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14节到16节以及27节，和合本圣经14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新约圣经10章约翰福音10章14节到16节以及27节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27节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学会聆听神的声音，学会聆听神的声音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主日的时候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都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4个礼拜前，我们开始今年的第二阶段的灵命操练，我们操练的圣洁的生活。我不知道在过去这4个礼拜中间，你在圣洁生活中间的操练，你操练的如何？你知道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吗？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亲近他，他就要亲近我们。既然神圣圣洁的神能够让我们亲近的话，我们必定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如何，我们自己觉得很软弱，但是圣灵呢会帮助我们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他如何要救世人，让世人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救赎的时候，他就牺牲了他，来永生，也永生的盼望给我们。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告诉我们，其实这是一条有了还要加上的这种路程，也接近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操练。但在这整个过程中间呢，我们就一直受到操练，而受到成就，而受到祝福，受到造就。所以这是一条我们必定要走的路，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蒙神喜悦的一条路。盼望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路上，我们虽然4个礼拜已经结束了，好像这个功课已经结束，但是这是永无止境的。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圣洁生活上的操练呢，能够越蒙神的喜悦。今年我们开始呢，我们有2个礼拜，我们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。相信我们要一个门徒要跟着这个师父走，或者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在上班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主管在，所以我要明白我们的主管，明白我们的师父等等他们的讲话的意思呢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要是听的是不一样的意思，或是没有听懂的话呢，我相信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不好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要明白神的心意。那神如何跟我们讲话呢？然后我们如何能够去听到呢？我们要用2次的字。今天所要讲的是集中在说我们能够听到吗？神有在跟我们讲话吗？我们能够听到吗？圣经中间的教导到底是如何？下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到说，在下一个11月20号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到为什么，既然是今天所讲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会听不到呢？那要如何能够听到等等这个功课，盼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好的学习。我们要从圣经中间来学习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来看说，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吗？听到神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？以及要如何来去听到？听到神的声音是真的就有一个声音来跟我们讲话吗？还是意思是告诉我们是明白吗？是耳朵听到，还是灵里面得到了感动呢？
从圣经中间，我们看到旧约中间有几个很有名的这种记载中间，让我们知道，像摩西起初在摩西五经中间，他讲的很长的话，都是神告诉他的，然后他去告诉以色列人。圣经中间只有提到说，摩西是当着神的面对面来说话的，其实神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他，他是耳朵去听到，他并不是灵里面去感动到的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的清楚记载的，是在撒母耳记第3章第10节的时候，撒母耳从小的时候，我们在主日学就已经听他的故事，所以有人在叫他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以为是他的老师以利在叫他。3次之后，老师告诉他，下次你就说仆人，请说仆人在听。接下去圣经里面讲到说怎样，耶和华站到他的面前。上帝站到撒母耳的面前来跟他说话，差不多从这个记载中间，我们从旧约开始看说，都是神直接怎样跟人家讲话，但是再接下去后面又开始讲说，那时候上帝的话很少临到人的当中。再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，好像是先知们知道有这暗示给他们，有默示给他们，有上帝的话语告诉他们。我们再看到新约的时候呢，新约有可能我们大家会最记得的是保罗。保罗在扫罗的时代，骑在马上要去大马士革的时候呢，他受到神的选召，他从马上跌下来，有声音告诉他：“你为何迫害我？”然后中间有对话开始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这时候圣经记载说，旁边的人听到声音，看不到人。所以我相信那一次是很明显的，扫罗呢，他是亲耳用耳朵去听到神在跟他讲话。之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，例如说彼得，他在约帕的地方，他在中午的时候，他魂游向外，然后听到有声音告诉他东西掉下来，从天上下来，要他拿起来吃。中间还有对话，或是他哥尼流。他想要去请彼得之前的时候，也是听到有这个声音告诉他，但是你注意看，他都讲说在异象中，包括保罗，他听到马其顿夫声，也是在异象中听到马其顿夫声。所以，到底听到神的声音，是真正的耳朵听到呢，还是灵里面的感受到呢？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这东西到底是哪，这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但是不管怎样，不管他是耳朵听到，他是在意象中知道，显然是当事者都非常清楚，他所要明白的是什么。重点是在这个地方，神有没有跟我们讲话，我们能不能听见？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来学习到的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是在煮那个槽里面呢，羊槽里面的那个羊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能够听到，而且能够听懂它的声音。所以从今天的经节很简单，就问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是不是在煮这个槽里面，羊槽里面的这个羊呢？还是我们在这外面呢？要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是需要操练吗？我们常常会。我相信有带小孩的人都知道，你要让小孩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常常要很多次的一直跟他讲，甚至我们都每次碰到我们孙子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天到晚叫他阿公，因为我叫我阿公，所以阿公，他才会学的学啊。后来想想，怎么我在叫他阿公呢？因为这都是一个操练，你必须要让他不断的跟他讲，说不定1个月之后，他才会开始会讲话。或是说，我们常常也有宠物，我们要训练宠物也是一样，要听上帝的声音，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操练呢？或者是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些人常常会说，他听见神告诉他什么，甚至还有这个对话在，特别是外教派的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说法。那长老会的人，我们教派里面常常比较少这样讲，是因为我们比较客气呢，还是我们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不是很确定呢？我们都盼望从今天中间，我们稍微能够明白一点，圣经中间给我们教导跟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？
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来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再来是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这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。所以经文中间，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，在羊圈子里面，羊栏内的这个羊呢，就应该要听到主的声音，而且这个声音其实是我们最大的资产。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，到底为什么？问题是在神还是在我们？那当然应该是在我们。所以呢，问题是在什么地方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显明他自己的方式是渐进的来启发、来引导我们，是一个持续的学习，让我们不会担当不了，并且能够持续的依靠他。原来神要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是照我们的身量在告诉我们，照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程度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在这样。对一个初信主的人，他不可能会听到很高深的声音，因为他没有办法领受。在约翰第16章第12节这样说：“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”没有错，你不可能对你的婴孩讲一些大道理给他听，因为他根本听不懂，他连最基本的话他都已经不太懂了，何况你要讲很高深。同样，神要告诉我们，神有话要告诉我们，也是看我们的声量是如何。当你的声量非常的幼稚的时候呢，你当然不可能去听到神，或是听不懂。我们讲这人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，其实是告诉我们听懂神的声音。你听懂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渐进式。当你的灵命越来越进步的时候，你所能够明白，你所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就越来越多，或是你已经本来就听到很多神的话语，只是你不明白，但是你明白，越来越明白了，所以你就说我已经听到神的声音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有太多社会上有太多的信息在泛滥着，我们若是不能分辨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听不到真正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0节说，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。表示说，我们在市面上所有的声音都是代表有它的意义在的。我们想想看，最近我们选举要到了，选举到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演讲，很多的这种需要说服我们每个人能够选他。但是呢，你也看到很多的八卦新闻就出来了，你也看到很多的抹黑的事情就出来了，你也看到很多不公不义，这些都出来了。你能够明白哪样是真正的吗？哪样是对的吗？或者是我们看有新的产品出现的时候，或是有人想要说服你来跟他同样的看法的这时候呢，他用很多的这种语言试着要说服我们。我们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教育，还有我们的新闻，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失去他们正当应该有的功能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人出来讲他的是非是什么，我们看到只是他的立场是什么。已经举过很多个例子，或是像学校中间有小孩子被体罚。只要那个家长够大声的话，一定是那个老师马上连解释的机会就没有了，就被大家贬啊，或是怎样，甚至就被记过等等这些。但是事情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一次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是非在呢？被处罚一定是小孩子有错误。为什么这什么错误都没有拿出来谈呢？没有让社会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呢？当然，他的方法不对，那时候应该用法理情还是情理法来谈这些事情。所以，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已经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形。我们社会上已经没有是非可言，而是只有立场。看你的立场是怎样，似乎你就站得住脚，
还是你就被人家认同，或是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？在这么多的声音中间，这么多社会中间弥漫着错误的价值观、思想中间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听到真正的是什么？神希望你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或者是我们常常在做梦的时候，你可能梦到一些，有的人起来的时候会很害怕，有些人起来会很喜乐。你是真正明白这些梦的意义吗？不管是我们白天非常清醒的时候所看到的信息啊，晚上做的梦一样，都是一样，我们都缺乏，或是我们可盼望的要去了解这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在旧约中间呢，有2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做梦的这个故事，里面讲到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，一个是这个法老王。尼布甲尼撒王他记载在但以理第2章的地方，他有一天晚上做了梦，他这个梦给他非常的震撼，但是问题是，他醒来竟然忘了那个是什么梦。他就找了他们国里面的最有名的解梦的人、最有聪明的人、来智慧的人来告诉他，请你告诉我做了什么梦，同时解梦给我听。你曾经见过这么无理的人吗？连自己做什么梦也不知道，还要人告诉他做了什么梦，还要解梦给他。所以有人说：“王啊，你将梦告诉我，我就能够解梦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也忘了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什么梦。”最后那些人说：“我们没有办法。”王竟然要叫他们全部杀掉，这样子无理的要求的情形，后来怎么解决的？请我们回去自己看但以理书第2章的时候，后来是但以理他借着向神祈求，让神能够明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是什么梦，同时它的意义是什么，解释给他听。王终于想起来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也领受了，而且遵从但以理，甚至遵从但以理的所信靠的这个神。因为但以理很明白告诉他，不是我，乃是因为我信靠的神，他启示给我，让我知道。法老王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的梦他记得，所以他要人家解释这个梦是什么，没有人能够解释。后来有一个人知道约瑟会解梦，所以就请约瑟来解梦给他听。约瑟也告诉他，不是我能够解梦，是因为我所信靠的神让我能够明白，来告诉神，告诉王，让你知道神要你知道的事情是什么。这2个非常有名的去解梦的事情，最后都得到神都得到荣耀。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他们2位听得到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也是我们盼望能够去了解到的。神其实让信他的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明白他的声音到底是什么。只是我们要学习如何要操练，如何能够去明白呢？我们要听神真正的声音，不是那些其他这些不对的声音。而这个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呢？是永不变的这个真理。这真理就是讲要成为我们最大的资产。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后半说：“你的道就是真理。”这个道呢，英文就是 word， 就是话语。你的话语呢，就是真理。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。只有神的话，神的道理是永远不变的。那神要跟我们讲话，我们竟然听不到这永远不变的吗？能够听到。一定是能够，神一定在常常跟我们讲话，但是他是用什么方式？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听到呢？或是我们不明白呢？到底是怎样的意思呢？原来神才是透过他所设立的法则，在向我们说话。在罗马书第1章的第20节说：“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”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世界上宇宙是这样子的奥秘，这不可能背后没有一个神的，它不可能自然而产生的。加尔文，那些用进化论来解释的人，解释这有什么亿万分之一、多少分之一的可能性会怎样？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而且进化论里面有太多的假设，这个甚至连这个推广进化论的人，他自己到要死之前，他就说，其实我的进化论根本就是推论的，
它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但是有那么多人还是这样相信，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神，不是因为真正相信进化论。但是圣经这经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从宇宙万物里面，你早就可以看到神的永能跟神的神性，明明就让我们可以知道的，我们只是昧着良心说没有而已。在诗篇的第19篇第1节到第4节更这样说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全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边讲这个亮带呢，这是和本的翻译，其他几个版本的翻译是说他的声音，他的音讯，还有一个翻译是说他的准则。英文里面是说他是 voice， 还有一个是翻译成 line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这个准则呢，他的准绳呢，那个好像一条绳子一样，在引导着你，而且是遍天下通通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改变过的。神不管有没有发出声音，或是没有发出声音，其实照顾宇宙整个的这个法则呢，已经在诉说的这件事情了。宇宙中间其实是充满了神的法则跟他的话语。我们不可能是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都应该听得到。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听得到吗？乃是我们明白吗？我们是否能够明白神告诉我们的声音呢？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例如说自然律，世界上有一个自然律存在，让这整个宇宙呢就这样子在运行中，大到像宇宙我们不可知的地方，小到像什么最近研究出来比这个中子质子还小的东西，都有它的一个规律性存在。科学家曾经计算过，你知道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，要是增加1公尺，或是减少1公尺，人类就没有办法活了。减少了1公尺，我们大家就被烧焦了；增加了1公尺之后，我们大家都被冻死了，就是那么刚刚好。或者是说，你看到我们地球竟然可以在整个宇宙中间，或是整个星球都是悬空在那个地方，在这么自由的运转着，然后就是这么有规律的这样在动着，你能够想象这是自然形成的吗？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就是这样生下来好像很简单，他有多精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在看哪一个角度，你甚至我头是这样，但是我斜眼稍微看，我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失真。世界上最好的照相机、最贵的照相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不管它是用鱼眼，它看起来旁边一定是失真的。但我们就这么简单，人就是眼睛就这样出来的。你知道我们的皮肤有多敏感吗？一根头发掉下去你就知道了。要创造出一个能够量到1根头发的仪器要多大？我们看起来都稀松平常的东西，但是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的奥秘，这都是神的自然力在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个有权柄、有智慧、是美善、一个信实的神。他也知道我们的食物需要，所以他会下雨，会出太阳，让我们的食物链能够非常的，能够这样子的一直在运转着。我们的气候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最近看到我们的气候非常的不正常，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污染等等造成的，而且化学的破坏等等。但是神所起初创造的原来都是美好，不只是这些宇宙万物的自然力，在我们整个道德律也是一样。但道德律告诉我们，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都是美好的，所以大家都会有良心在监督着我们。我们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一个标准才对，只要你不受污染的话，不昧着良心的话，我们看到好的东西都是好，不好的东西都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来都没有一起上过课，也没有一起同样的教导过啊。但是为什么会一样？原来神早就把这个道德力摆在我们的心中的。在罗马书第2章第14节到第15节上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
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神早就让每一个人他有一个本性在，这个本性是神起初创造美好的。神透过他这样的法则在告诉我们，在跟我们说话。神所设立的法则并非只是为了相信他的人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都适用，包括他的应许也在。我们常常说，你要是孝敬父母，你就会得到长命，你会得到祝福。我们说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使人和睦的人，我们要怜悯的人会怎样？也是都是神的祝福。那些不信的人也是一样啊。这些应许是给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信不信都一样，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法则。他们跟我们的差别是在怎样？只差在最后一个，他们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达到最后的救恩的地方。但是所有的应许、所有的祝福，也是早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并非只是在神向我们的这设立的这法则，并不是只有适用在信他的人，乃是在所有的人都适用。而这么多的法则中间，最重要乃是一个属灵的律。属灵的律告诉我们是这样说：物质的国度乃是由属灵的国度来生出来的。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3节。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3节里面，我用现代中文译本，不是用和合本。他这边讲的说，由于信心，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。原来物质界，而是由受到灵界的这个影响，绝对不可能是物质界里面自己在掌管的事情，而是乃是由灵界来的。所以不论呢我们是否认识这个创造的主，或是我们是否都有得救呢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实质的世界以外呢，另外有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很多的这种记载都记载着说，当有一个非常落后、非常完全隔绝于人世的这种民族被发现到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有拜神的这种仪式在。他们拜的神是怎样？是他们觉得最有能力的那个，有可能是一个动物，有可能是一个他们觉得不管是怎样，他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，远大于人的能力的时候，他就拜那一个。而且他们也都知道要拜这个东西要怎么拜呢？不是拿一些水果来拜就好了，而是要又能够流血的，因为血才代表生命。他将一个有生命的献在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被找到的人，他们通常都是杀动物，不然就是杀自己的儿女，来献给他们认为非常有能力的这个神在。所有只要是人，他有灵的话，他都知道有一个灵，他要跟这个灵相通。神已经借着他的这个法则呢，在告诉我们，一直在跟我们说话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？原来这边告诉我们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你只有用灵才能够跟神来通。所以要真正明白神所设立的法则，就是要进入到属灵的境界里面。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我们看到我们世人用很多种方法，不管是知识、服饰、地点等等，这样呢，在敬拜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真神呢，但是能够跟真神来连上线的呢，只是用心灵跟诚实或是真理来敬拜他的人，否则那只是一个表面宗教性质的活动而已。我们看到讲到知识呢，有些人他一定要怎样，要跪着，有的人甚至要匍匐在地，有些人甚至是要，我们看到瑜伽他们当初创出来的那些知识，其实是在拜太阳神的知识，或者是有人在打坐里面要坐在莲花上面，他们用各种姿态，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敬虔的方式。那服饰里面呢，包括他们有和尚要穿那个什么袈裟，也有这些道士们呢，他到道士服，牧师要穿牧师服，以色列人他们要穿什么以佛德这些等等这些呢，这是他们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他们要表态的。我借着这样子的时候，要敬拜我的神，或是讲说地点，有些人是一定要觉得要在会幕里面，在圣殿里面，要到庙里面，有人要到山上里面去，才能够将他们的敬拜表达出来。
这些只不过都是表面而已。因为神是灵，你的神要是不是灵的话呢，他就不是神。因为只有灵才可以照顾在无所不在的照顾的所有的人。那你要跟一个灵能够相通的话，你只有靠灵才有办法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耶稣也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原来要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法则，只有透过主耶稣，别无他法。只有透过他，我们才能够到达那个真理的地方，到达那永生的地方。所以神所设立的法则呢，它不是用话语，而是用事实在显明，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。道就是什么？就是 word， 就是话语，把它道成肉身之后呢，亲自的当作榜样来给我们，来显明给我们看。主耶稣说爱我们，如何爱呢？难道只有说说而已吗？没有，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然后在十字架上受到鞭打，舍了他的生命之后，来表明他的爱。神是透过他所设立的法则来告诉我们，这法则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事实。就刚刚我们所讲的，他要下雨，他要出太阳，他要很多的这种让我们人类的，让我们都有食物吃等等，这些用行动，用整个事实来表示，来向我们说话。只是我们不太明白而已。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样说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那么明白呢。显然还另外有一个关键在，这关键是什么？这关键就是说，你要透过神的儿子建立，以神的儿子建立关系，你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。在摩西时代的时候呢，神是亲自而且直接向摩西说话。一直到摩西之后的时候呢，神只有几位特定的先知跟祭司呢，他向他说话而已。为什么呢？难道神就不讲话了吗？有，神继续在讲话，只是神已经透过怎样？透过约柜，透过会幕，透过圣殿，然后神荣光充满在那个地方。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就是这样，就是代表他的同在。所以先知们、祭司们，他透过这仪式里面，他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了。为什么说是约柜、会幕跟圣殿呢？原来上帝的话语就摆在那里面。我们已经学过敬拜人生里面讲到，当起初的会幕是怎么建造的？是神一层一层这样进去的，到最后就是约柜在那样，就是有十诫在那里样，那就是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就是十诫当代表呢，它摆在至圣所的地方呢，让人家可以去接触到。问题是在起初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幕子，有一个幔子隔绝的，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。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幔子就裂开来了。裂开来代表怎样？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的地方。所以就是透过主耶稣之后，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27章50节到50节说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初起初摩西他照着上帝的话语建造了会幕的时候，它是有很深的意义在。一方面代表说神在借着会幕、借着约柜呢跟他们同在，但是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，你要经由一层一层慢慢的进到这个至圣所去，到那时候就要跟神来相会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在会幕的整个这种它的结构到底是如何？它总共可以分成3段，第一段是在外院的地方，第二段你就进到圣所，圣所里面再进到至圣所，总共是3个层次。这3个层次呢，用我们人的身体来看呢，其实代表着正好就是这3个层次在。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外院经有，就是一个我们人的身体，在那个地方你有一个祭坛要烧祭物，同时有一个洗濯盆要进到会幕之前。那代表我们的人的外体的部分，这是物质的世界。当我们进到里面内院，也就是圣所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变成我们新的领域了。那边摆着一个陈设饼，左边摆一个金灯台，然后要进到至圣所之前还有一个香炉。
那在那时候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代表的是一个合一，你要做光做盐，然后香炉会将我们的祷告借着烟带到神的面前去。他乃是告诉我们，人要进到神的这种层次的时候所经历过的，也就是我们心跟灵的这种心跟这个魂的这种领域，一直进到至圣所里面呢。我们常说施恩宝座前，然后他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，是代表了神的同在那边。就进入到那边的时候，是代表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。我们看，其实会幕呢，它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，但是当神的荣光充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代表神的同在。同样呢，我们的人呢，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呢来洗净我们，然后我们信靠主耶稣受洗之后，我们领受的圣灵了，所以神就跟我们同在，因为圣灵领受了它，我们就能够同在。既然同在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来明白领受神的话语。当神的灵加上神的话语合并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变成知道神的同在，也知道是神的生命。会幕中间至圣所里面有上帝的话语在，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借着主耶稣幔子裂开之后，然后主耶稣透过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可以进到这至圣所的时候，这两个合并起来，你就能够明白到神的话语是什么。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说：“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”所以，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了。神就进入到我们的殿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！我们这么简单就能够进到神就进到我们身子里面了。只要我们认罪，我们受洗之后，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领受到圣灵了。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我们当然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了。只是我们要知道，神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跟我们的体在讲话，不是透过我们的耳朵去听到，乃是跟我们的灵来说话，也就是使我们的灵呢能够明白他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结论来看，我们一定可以聆听到神的声音，因为我们是主羊栏里面的羊。同时呢，当我们跟主建立了正确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信靠他的话呢，主的灵就是圣灵呢，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到主施恩宝座前，神要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这是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给我们的一个保证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第三，神是向我们的灵说话，也就是神借着我们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这是我们人最大的资产。我们应该要珍惜，要追求，并且要行出来，才不会失去听到神声音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要先明白，神其实一直在跟我们说话，也一直要我们去明白他的话语。那关键是在我们没有办法明白，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那样子的亲密。所以第一堂里面要我们去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得到神，因为神一直在跟我们说话。神透过他所设立的这个宇宙的法则在告诉我们。问题是我们为何听不到？关键是透过耶稣的灵来帮助了我们。这是第一堂课我们应该了解的东西。那我们先不用怀疑，我们一定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，因为神一直在跟我们说话。希望盼望在下一堂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更学习到为什么我们听不到，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去听到。我们盼望每次的讲到这个经节的时候，讲到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能够去思考到说，我今天我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从哪时候要开始？上帝要如何帮助我？你想，今天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跟上帝、跟主耶稣的关系有亲密到这样子吗？你有认真追求他是你的救主吗？你跟他的关系只是普普通通而已，还是非常亲密到像是我们的救主一样的？这礼拜的小组里面呢，有几个问题让我们去分享。
说我们是不是有聆听到神的声音或他的引导的这个经验？我们是否在正在追求神的引导呢？那你有没有明白到神要你明白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更期待呢，能够跟神来建立更深的关系，能够彼此来代祷，盼望在这功课上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只创造我们，不只为了我们好创造这个宇宙，让我们能够享受，你还常常透过你所设立的法则来告诉我们，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，我们就祈求神你怜悯，你赦免我们的软弱，你让我们有敏锐的心，让我们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他是我们能够听到主、明白主你的意义、你的声音的最重要的关键。求主你来，在我们要操练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都蒙神你的祝福，让我们早日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神所喜悦的道路上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